出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稳定今仔日下早起会当来伫咱的教会，甲咱兄弟来做礼拜，相时也甲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伫即礼拜是咱大斋节期的第二个主日。大斋节期呢是伫耶稣基督受难割活这日子往前算40日开始。这算作是咱教会传统的大斋节期。伫这大斋节期的中间，过去常常有安尼，就是用到敬食、祈祷、悔罪，也是帮赞、送香的人、有需要的人，来伫这段时间来经过，来表达咱回转，离开咱过去无好的道路，转向咱的上帝。会当甲耶稣基督来详时经验伊的苦难，也详时会当伫割活日的时阵来经验主割活的欢喜。所以咱会当讲，大斋节期呢，就是伫即个灵性的旅程。伫今仔日拄好是大斋节期的第二个主日。总是拄则，咱的师会罗长老爷伫祈祷的中间，安尼有祈祷讲，今仔日也是228。和平的纪念日，74周年，过去的历史，咱拢知影有真侪的痛苦、艰苦、流目屎、恐怖、黑暗，一直到1987年改严了后，咱才会当来公开，也是表达对228的纪念。伫今仔日，伫咱台湾真侪所在。拢有举行即个纪念的典礼甲礼拜，咱伫遮来纪念过去历史的伤痕，亲像拄则罗长老所祈祷讲的，即个和平会当带互咱所有的族群，咱会当伫即个和平的中间，无去重复过去痛苦甲黑暗的日子。拄则咱也知影，伫今仔日疫情过1年外的时间。世界非常抑个紧张，有的所在随网开始已经注射疫苗，总是整个的情形，犹原是抑无法度看去有要随煞的日子，甚至有的国家伊的城市有部分来封城，有的国家呢封锁因的边境。咱来看即个图。这个图内面，咱若是看的时阵，咱看到只不过是一个黑、灰色、还是白色，无相共的浅，还是黑，还是灰色的这个光谱总是呢，若是放大来看的时阵，这是一点搁一点的黑点，这是伫2月21日纽约时报伊的头版所印出来。这每一个点呢，是代表着因美国的社会过身的人的生命。所以你甲看这个谱内面一个黑也是较浅的色，这拢总有50万点。这个会当互咱来看见，是目前世界的疫情也阁是非常的严重。拄则咱师会罗长老有安尼祈祷在中间讲，1亿1千多万的人。这个数字，咱会当讲是咱台湾人口的4.5倍的人口，伊所失失的性命250万人，是比咱台北市的人口更较侪。所以咱会当直接来感受到，这个疫情对咱世界的冲击是偌尔大。总是咱台湾活伫这个疫情无受到冲击的社会内面，咱会感觉讲，咱实在是。真正感谢上帝的保守甲稳定。我前几天打电话去到伫柏林，互我的老师，伊已经退休，住伫柏林。伊目前85岁。我就一下甲伊开讲的是讲，伫恁柏林要拢好势吗？伊就讲，即摆伫柏林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咱讲差不多是封城、亲像戒严的状态。伫前几天因家庭聚会的时阵。政府规定，袂当超过5个人自集做伙。然后，除了你出门要买物件，去超级市场买物件，
也是你爱去一定爱去上班的时，也是你身躯无爽快爱去看医生的时阵，你才会当出门。若无政府规定无鼓励出外，甚至你拢爱伫厝里内面。我的老师伊每一工只会当家己一个人伫因厝附近安尼散步。更较互伊艰苦的实在伫，甚至礼拜日到礼拜当礼拜的时阵，因也袂当唱歌。兄弟，大家想象一下，若礼拜时阵无得唱圣诗的时阵，迄个礼拜是啥物款的情形？因爱逐个人保持距离，爱戴喙暗，然后也袂当握手甲人讲话时阵要保持距离。所以伊讲，即款的礼拜实在是非常的艰苦。因为我老师甲伊的太太，因全家的人拢是真爱音乐的人。亲爱兄弟，即款礼拜无法度唱圣诗，爱保持人甲人的中间的距离，这是咱的老师安尼讲，非常互人哀伤的代志。甚至伫学校内面，中学、小学呢，嘛无法度去学校上课，拢爱用网络的课程来进行。所以咱看到，伫世界的经济角落，真侪城市呢，那个游玩，亲像我老师所描述迄款的情形。咱看到是21世纪的艰苦，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内面，带领咱倒来过伫主前第6世纪因所拄到的艰苦。这个艰苦是在伫主前539年，迄当阵的犹太人因受掠到伫巴比伦，伫巴比伦帝国统治的下面，后来波斯国兴起，取代着巴比伦帝国，所以波斯王呢就下令允准犹太人因会当转去因家己的故乡来重建因的家园。经过一段辛苦的日子以后，因伫主前515年重建因的圣殿。过差不多1世纪以后，第5世纪中叶的时，因甚至也重建因的城墙耶路撒冷。咱伫投影片所看到这个模型呢，就是伫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模型。这是伫尼希米的时代，耶路撒冷大概的情形是安尼。伫社会中间的中间，虽望城墙也起好，圣殿也完成，感觉起来人民会当搁转去到伫一般的生活，会当去到伫圣殿来献祭，也会当因的生活也会当正常。总是社会内部也有真侪社会问题出现，比如讲，伫尼希米第5章内面描写讲，不有的人因欺压上款的同胞的人，甚至这的平民百姓呢，也变做是奴隶，互因欺压。所以同胞欺负同胞的情形，也是伫这个城市内面来发生。也佫有宗教精神的失落，唔知影敬者的精神，唔知影献祭的意义，安尼来扭曲，这代志伫社会中间一直来发生。所以咱看到的是，伫尼希米的时代内面，虽望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圣殿游园也好势会当继续来献祭，总是更较需要的是在伫讲，要安怎互每一个国民，也是族人，会当来体验到脱离奴役自由的生活，才会当经验到对信仰来的生命力。这个也佫是一个真大的工程。换一句话讲，这也是也未完成的大工程。特别是对上帝话语中间得到鼓励甲仰望，这是因毋是定定会当经验到的。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尼希米第8章内面有伊历史的背景。伫遮咱会当看到，头拄经文讲第7月，这甲咱即马讲的第7月是无共，因为这是按照伫以色列人因古早的第7月，因叫做是提斯利月，差不多是咱9月，也就是讲秋分的时阵，迄个月的情形。亲像咱即马图片所看到的黄色
下面这个部分。秋天，因的第7月，犹大人因为家己的城内面聚集来到伫耶路撒冷，伫遐伫广场内面来伫遐来聚集。拄则咱读的经文讲到耶路撒冷的水门，咱看到这幅图呢，黄色的迄个所在呢，就是耶路撒冷。迄当阵耶路撒冷的水门的所在，伫遮有较大的空间，会当互众百姓伫遐来聚集。然后因就邀请到迄当阵的经学教师以斯拉来宣读摩西的律法。拄则咱读的经文讲法律这记的毋是咱一般讲的咱的国家的法律，是摩西5经的内容。伫遮7月初1，也就是后来犹太人的新年中间，因伫这水门的广场头前，为日出一直到中昼，拢伫遐来读圣经。亲爱兄弟，咱会当想象一下，若是讲为日出差不多6点的所在，读到11点、12点，咱看因的读的经文的内容，会当是非常的济。以斯拉伫遮来宣读律法册，也是讲摩西5经。众百姓呢，因也非常注意来听以斯拉所宣读的内容。第4节到第6节，安尼描写讲，以斯拉呢，徛伫即个特别为着今仔日的组织所做的茶、所做的台仔顶面，伫身躯边有真济助手，那亲像咱这幅图所看到的，伫以斯拉边有真济帮衬伊的助手。当以斯拉伫遐天开摩西5经的时阵，众百姓就徛起来，来表达尊敬。以斯拉伫遐来学了上帝，百姓就伫遐来回应讲阿门，阿门。然后接下来，百姓额头拍拜伫土，敬拜上帝。亲爱兄弟，这就是咱知影的上早期的礼拜，安尼来进行。那亲像咱今仔日伫遮的礼拜一样，古早伫尼希米的时代，因的礼拜方式就是安尼。而且咱特别注意到的是第7节到第8节，安尼描写讲，以斯拉伫遮来用到清楚的声音来读读经文，因的经文是用到希伯来文所写的，所以读上帝的话的时阵，就是用到希伯来文来读。总是伫徛伫伊的边仔遐的助手，也是后来边仔这利未人，因就用到迄当阵所通行的语言阿兰文，伫遮来解释经文的意思。这个阿兰文呢，就是因日常生活的语言。各位兄弟可能会感觉奇怪，是安怎会读经用希伯来文讲话用到阿兰文呢？咱若是用咱即马生活的咧，恁就马上会当来了解。伫受波斯国统治的下面，真侪犹太人呢，因就袂记咧家己的母语，也是讲无识、袂认得，所以呢，读希伯来文经文的时阵，毋是所有的人会当来了解，所以读经文了后呢，就爱有人来翻译做阿兰文。那亲像咱的长辈大部分拢也会当讲河洛话、客家话，也是原住民的话语。但是咱的少年一辈，甚至是囡仔辈，因就无法度来听咱的母语，所以咱就爱甲咱的时势、咱的后辈来用华语来讲话。我想这是咱真普遍的经验。所以，亲爱兄弟，为什么用到希伯来文读经文？爱用阿兰文来解释，就是这款的背景，咱会当来了解。接下来，咱看到的真重要是，百姓会当了解读经的内容，因会当头脑会当来领受，等心内面会当来明白，就是透过读经甲解释经文的过程，因来明白上帝话的意义。所以，伫遮咱看到一个简单的摘要，整个礼拜过程呢，是以斯拉用着希伯来文来读圣经，然后解释边仔助手用着阿兰文来解释圣经的意思，
结果是所有的百姓会当来明白圣经的意义甲伊的意思。而且，头大咱所读的经文，第2节、第3节、第7节、第8节到12节，遮拢有一个字，就是会晓得，就是会明白、会了解。所以，因会当了解经文解释了后，当代的意思，互所有的人，包括较多经文是讲，有迄个囡仔、儿童，因也当来了解这经文的意思。所以，伫遮咱来讲看到，这个桥梁的角色，就是以色列边仔遐的助手，也是利未人，因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因的角色解释，所有的人，包括儿童，拢会当来了解圣经的意思。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内面，第4节到第7节内有真济的人的名。这人的名中间呢，其中有真济的人的名，伊中间也是后尾有一个亚，也是阿。这原文的意思就是亚，亚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名的意思。所以伫遮呢，遮有阿也是亚的人，其实因的名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讲，马他天亚，上帝赏赐的意思；阿乃亚是上帝回答，就是上帝应答祈祷；乌利亚上帝发光；乌西亚上帝做奇妙的作为；比大亚上帝实行拯救；马基亚上帝是王；撒加利亚上帝纪念；何地亚上帝的敬拜；阿撒利亚上帝帮助咱；比乃亚上帝最奇妙的作为。所以，亲爱兄弟，这个咱读起来，敢若真无聊的名，但是这个名呢，拢有真重要的意思。这个人因扮演着桥梁的角色，甲这个利未人，互所有的人拢会当明白上帝话语的意义。伫第9节到12节，遮咱看到正百姓听见这个圣经的话甲解释了后，因的反应就是拢啼哭。省长尼希米经学教师以色列，甲遮个利未人拢甲因苦劝讲，今仔日是主的圣日，毋通悲伤，毋通啼哭。尼希米省长呢，就遐来鼓励讲，恁着毋通啼哭，爱去食好食的物件，爱去啉好啉的物件，然后甲遐个欠客、无有物件通食、无有物件通啉的人来做伙来分享。这是主的圣日，咱毋通忧愁。然后伊安尼讲，上帝所赏赐的喜乐，就是咱每一个人的力量。利未人也安尼甲遮个正百姓安慰讲，当着安静，这是主的圣日，毋通忧愁。安静这个动词，伊原来意思是非常的亲密的意思。这哪亲像呢？咱看到婴仔，也是囡仔伫遐咧咩咩好，跋倒也好，痛苦也好的时阵，爸爸妈妈甲伊抱起来，嘘，毋通哭，毋通艰苦，我甲你安慰，乖乖，毋通哭。所以，这个安慰的意思就是讲，利未人呢，伫遮来安慰遮个百姓讲，毋通啼哭，这是上帝的圣日，毋通忧伤。正百姓伫遮，咱看到因的行动甲反应是啥物货呢？就安尼以后，因就去食，去啉，佮甲所有欠用的人来分享。而且讲，大家人拢大大的喜乐，然后因为因会当明白所教示因的话语。所以，亲爱兄弟，伫遮咱看到这是一个真奇妙的转变的过程，因为哀伤啼哭。然后变做大喜乐欢喜，伫遐来分享。经文讲伫遐大大喜乐，为什么会有这款奇妙的转变呢？第12节，头拄仔咱所读的经文所讲的，因为因会当明白所教示因的话。
因知影上帝话的意义，因也知影上帝话带来安慰、甲鼓励的力量。当然，要明白进前，第8章第8节非常的重要。伫遐有清楚来读上帝的话，也有清楚来解释圣经的意思，互所有的人，包括小朋友，会当明白圣经的内容。今仔日咱讲到的题目是讲，伫艰苦的时代，要来分享5万的信息。拄则咱来看见，伫咱的世界内面，伫这武汉肺炎也是新冠状病毒的阴影下面，咱所活着的世界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今仔日228和平纪念日，咱看到伫咱台湾的历史中间，有真长的时间是活伫艰苦、痛苦、袂当讲心内话的时代。无论是伫台湾，也是伫国外，伫艰苦的时代，要安怎来宣读，也是来宣扬5万的信息呢？伫遮咱会当搁举一个例，互咱的兄弟会当来明白。伫路加福音第24章以马忤斯的故事内面，安尼描写讲，主耶稣搁活了后，伊就安尼亲近一对门徒。这两个门徒呢，因为着耶路撒冷要到伫以马忤斯的所在，行伫路中，然后耶稣就就近因，甲因讲话。总是16节经文安尼描写讲，迄当阵门徒的目睭蒙雾。因无认出伫边仔迄个看起来是生分人的人，就是主耶稣嘅活，而且因也无明白边仔迄个人是啥物货。17节安尼讲，这两个门徒呢，面带着忧愁，然后主就伫遐甲因讲话，伫路上伫遐解说圣经，互因明白。然后到伫下晡时要暗头的时阵。这两个门徒就邀请主耶稣伫遐入去因的厝，伫遐要请伊食暗顿。主耶稣摕起饼，掰开祈祷掰开的时，这两个门徒呢，迄当阵目睭才天开，才看清楚，迄个饼仔迄毋是生分人，是国外的主。所以伫遮咱就看到，后来31节经文安尼讲，因目睭就掰开，认出国外的主是伫因的身躯边。然后主就安尼佮消失去，然后这两个门徒就伫遐对话讲：咱伫路上的时，即个生分人甲咱解释圣经的时阵，咱的心内面敢毋是火热吗？所以亲爱兄弟，伫遮咱看到，拄着耶稣的这两个门徒，目睭蒙雾，面带忧愁，因毋知影边仔迄个人是啥物人。总是后来因目睭点开了后。因才回忆起讲，咱伫路上的时阵，咱的心敢毋是火热的嘛？而且咱看到的，伫艰苦的时代，要安怎看到5万的信息？因拄着国外的主耶稣，所以因知影5万的来源是伫倒落。亲爱兄弟，拄则咱所读的经文，伫遮咱看到的，伫以色列边仔有骄牛的角色，无论遐伊的助手，也是。利未人，因拢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咱伫今仔日2021年，咱活伫台湾这个社会，咱要安怎？也是讲，咱有啥物款的机会会当扮演着骄牛的角色呢？其实，咱有真侪机会会当安怎来做。比如讲，伫咱日常生活中间，无论咱的言行举止。咱拢会当互人，咱身躯边的人，无论是信主的，也是还未信主的人，会当来明白上帝听世间人的真理。这嘛是一种解释圣经，互人会当明白圣经的意义。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其实咱是扮演着迄个骄牛的角色，咱是主的听筒、沟通的使者，咱会当对生活中间。伫即个世界来宣讲5万的信息，那亲像咱看到这200度一样，骄牛的角色，其实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扮演着即种骄牛的角色。伫人拄着苦难，
伫苦难的时代内面，来为主来传达愿望的信息。一句话来讲，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亲像拄则徛伫艺术栏边仔遐的人，可能咱扮演着比大雅的角色，表明上帝的拯救伫咱的中间。咱可能嘛会当扮演着马基雅的角色，互人会当来经验中上帝是王伫咱的中间掌权。检查咱会当扮演的角色是阿撒利亚的角色，互人会当看见上帝的帮赞伫咱的身躯边，伫咱亲人，也是伫咱熟悉，也是无熟悉人的身上来发现。这就是救娘的角色。亲爱兄弟，咱伫遮今仔日伫遮礼拜，其实咱会当搁一摆来体验到，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即个救娘的角色。所以，咱会当扮演着即款，互人会当明白着上帝话语，互人会当伫忧伤啼哭中间变做欢喜、大大喜乐的人物的角色。所以，伫遮咱看到，伫艰苦的时代，其实咱有缘会当分享着愿望的信息，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也是伫咱的宗教教育中间来见证愿望的信息。比如讲，伫咱在场礼拜的时，伫咱教会中间有无相共的团契、主日学，也是其他的无相共年龄层的团体，伫遮来礼拜，也是主日学，遮的咱拢会当安尼来做。伫日常生活中间，咱会当对研读上帝的话、解释上帝的话、甲明白上帝的话中间，来得到喜乐的力量。这咱会当甲人来分享。伫宗教教育顶面，咱也会当帮助人来研读、解释、甲明白上帝的话语，甚至咱会当来培养、解释上帝话语的服侍者。今仔日是北区大专的纪念主日，等下邀团队来为着咱来报告北区大专的事工。咱也伫遮会当来看见。伫咱的教会中间，也阁有真侪青年，也是大专的青年，伫咱的教会内面做礼拜，咱无相共的团契等等，咱会当支持咱的大专，咱教会大专，也是咱北部大专的工作的时阵，无形中，咱嘛是扮演着一种桥梁的角色，支持咱的青年，将来因会当伫社会各阶层，甚至也伫咱的教会内面。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一句话来讲，10年了后、20年了后，咱所关心的大专青年，将来拢成做咱的社会、甲咱的教会的栋梁，支持咱的社会，也支持咱的教会。所以伫遮，咱会当扮演真侪无相共的角色。今仔日咱看到骄娘的角色，其实咱在座每一位兄弟。拢会当来做，望上帝继续祝福咱早一日会当行出这个武汉肺炎的阴影，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你互阮今仔日看见，阮虽望卑微，总是阮拢会当扮演着骄娘的角色，将上帝你的听透过阮的言行举止。透过阮甲人读圣经，会当互阮身躯边的人来看见上帝你的大疼痛。为安尼，阮会当得到愿望甲快乐。请上帝你继续帮助鼓励阮，也提醒阮，阮实在是你宝贝的囝儿甲查某囝，阮会当做你的使者，互这个世间看见愿望。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